真尴尬。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夜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台中街中道一搭建安工地发生吊轨对31楼悬落来，撼到一运车厢，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意外。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顶日在内湖三军总病院替伊妈妈要申请巴氏娘表。这医生甲拒绝了后，说是起脚动手拍医生。世界卫生大会5月1日要举行，台湾也未收到邀请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要呼吁讲，就要邀请台湾用观察员身份来参与。伫台中南屯有一搭建安工地行中道发生吊轨对31楼悬落来，结着捷运列线。迄个时阵，正拄好有一台列车经过，随甲撼到，甚至突破其中一载的车厢。这站意外内面呢，有一个查甫旅客来过往，救出来时阵已经是死亡啊。这个死者就是正奇大学法律系姓林的助理教授，另外有8人受伤。台中市政府先甲这个建案停工罚27班，这案数也先罚30班。市政府站到高场内站这段目前是无都通行的。这是台中的捷运，我今天带我爸来看医生，然后就发生这种事情。车厢内底规个乱糟糟，乘客直接开直播公开事故的现场。台中捷运列线车站中到12点26分发生重大伤亡的事件，有一支铁铲 A 是降落落来，直接对捷运的高架轨道陷落，架因伤规破起，其中一只车厢阁更烫过。就是一片混乱，然后车子就停下来了，然后我只有看到那个鹰架出现在车厢里面。附近的大楼监视器翕到铁铲 A 是降落落来迄个时刻，文心南路甲文心南5路路口，县府发建设新建案的工地，31楼楼尾顶的铁铲 A 当咧甲石膏拆掉，毋过有一只石膏落伫离捷运丰乐公园站差不多100公尺的轨道，然后一只往南的捷运列车就直接落落。我很清楚看到它是就是已经卡在轨道上面，那我们列车是直接撞上去的瞬间，这样子。救护车在那边待命好了，我们先挂水喝啊。有一个查某乘客跌伫车厢的下底，消防队甲救出来时阵已经明显死亡，另外还有8个乘客受到轻伤。台中市长罗秀燕有赶去现场了解情形，要重罚，而且要重的赔偿，因为不只是打坏我们的这个捷运，那也同时呢也造成我们营运的一个影响。市府证实，死者是52岁正基大学法律系姓林的助理教授。另外，轻伤的8个人已经出院，市府嘛已经下令建商停工，而且甲起诉人等罚27万。劳动部这案数嘛以违反这案罚30万。台中地检署检察官下晡去现场勘查，被动的土木技师初步研判，可能是铁铲 A 相关的材料含烧，还有拆除作业的程序有出现问题，才会造成这个悲剧。所以它应该是在拆卸的过程，可能是我们材料的老化，或是在作业的程序上可能有不注意，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后续我们先勒令停工，然后依规开罚。
起站、承站，那监站部分27万左右了。捷运绿线市政府站往回到场内站这段，目前是暂停营运，而且无限期停驶，为这时开始加油公车来协助民众搬车。记者综合报道。建商幸福发建设伫台中南屯的建案件中道发生吊车的吊杆倒去，对31楼悬落落来，击到台中捷运的车厢，造成车厢内面有8人受伤，1个人死亡的公安意外，造成了人员的伤亡。那么在此，我们对于这个受伤的民众，以及这个伤亡的家属，我们公司事实上最诚意的道歉。那我想，所有的代表，我们在此做鞠躬道歉。幸福发表示讲，针对这届事故，绝对袂闪法律责任。对这受伤的民众也协助，针对受伤的捷运，会甲政府单位配合，或者捷运会当赶紧通车。台中捷运今发生这建筑工地吊杆落落来，憾死车厢内边一个旅客。那照法规来看呢，这捷运6公尺内是袂当起厝，捷运6公尺外是限建范围。不过有学者认为讲，目前这法规是正完善，其他日的事故是工程安全意外，应该爱检讨的是公安问题才是。台中捷运车厢和吊臂弄害的伤亡事件，外界关心捷运如何防范，是毋是有相关配套措施？根据台中捷运系统两边禁建甲限建办法，并定捷运6公尺内是禁建，6公尺外是限建范围。特殊专用地段都要离100公尺，过户段要延长到500公尺。它的相关的设计，包括它的施工，都要经过我们的审查和同意以后，它才可以让它去施工。那其实，在施工的过程中，我们因为就在我们旁边嘛，好，我们也会由我们的站务同仁和相关的同仁呢，会做适度的一个监控和瞭望。伊指出，闹工程伫北捷隔壁，站警员下甲控工地。北捷知影台中捷运事故了后，马上启动高架段甲平面段沿线时间检无的巡检。台北市基础工程学会表示，我捷运的建商地主若要动工，建筑师按完成安全评估，交由第三方工程单位评估，通过了后，由营造厂提出时间计划，先协通过才能动工。感觉上面是一个公安的意外了，我不认为说这个要去苛责终结，或者说捷运法上面会怎么样，需要做什么？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禁限建的范围扩大，但是这个整个的成本就会增加。伊认为台中捷运事故就是公安意外，甲捷运的 SOP 法规无关系，应该回到检讨公安维护。另外，高架轨道说河南敢可能？伊表示，建边用途主要是讲操心保护施工人员安全，毋是主动外部集群轨道。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前几工有一对母仔囝过车路，3岁查囡仔互轿车弄一个不幸过往。台南市警察局对今开始呢启动路口安全大执法，要执行1个月。早起伫车祸地点掠违规民众，2点钟内就开6张无让过路人的罚单。针对母仔囝的伤亡意外，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伊为这款发生事故，伊是感觉真亏欠。目前先要求各县市先来调整12路口过路人专用的号志，轮到民众过车路的时阵呢，这车道所有的方向拢会变红灯。台南市警方车早早起咧掠无让过路人，地点就伫一个查甫囡仔互人弄死的路口，2点钟内有关是掠到6件违规，所以来要进行1个月交通大执法。在12个路口派出警力，同时大执法。我们的执法项目就是针对为礼让行人的部分加强执法。前几日了，一个查某囡仔行伫咧过路线，所互人弄死，引发全国关注。台南市长黄伟德表示，紧急要比照酒驾累犯，公布高风险驾驶的名声甲相片，毋过是引发民众无共看法。那边团是更较要义，市府到底敢有心要改善交通安全？每次只要死人的时候，然后呢就要来个大执法，累死警察，不然就是要公布什么照片。那我们之后穿越马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那个照片，是不是这个人是高风险驾驶？
要增加行人专用的号志，然后等行人都走完再换车子。正对面我指的这个方向才是真正行穿线应该要通过的地方，因为你只要有庇护岛的话，车子转弯就不会撞到人。交通部长王国材嘛表示，对意外感觉心内袂得过，已经要求全台各县市爱调整过路人专用的车红灯，互双向的车辆拢停落来，让人先行过大路，确保安全。当行人是绿灯的时候，所有的车辆都是红灯，让它能够安全的通过不要因为左右转因为跟你抢这个路权撞到。王国材进一步表示，中央甲地方会继续推动交通安全，即马嘛要求要赶紧改善，交通部会随时来掌握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又过这家属拍医生有一个县长的查甫人，顶日在内湖的三军总病院，替伊的妈妈要申请巴氏尿杯，或者医生记出了后，说是起骹动手，甲医生拍。伊甲警方讲，这个医生的态度无好，才会出手的。病院这边也讲，要透过司法来维护医护人员的安全。挑衅我就对了。让医术手棍，这查甫人火气真大，一直没60岁，下一秒就出拳拍人。台湾一个医生就这样子照顾病人要被打。两人情绪拢真激动，查甫人是狂拍人，医术忍袂落去，讲要报警要提告，暗过为阿别讲线，搁互人拍一拳。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医疗法及伤害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动手拍医生发生在内湖三军总病院，一个神经科肾癌的技术。七八早起8点外咧巡病房，52岁县长的查甫人要替妈妈申请巴氏量表，医所拒绝讲条件无符合，爱长时间观察。伊认为医所的态度不好，判下手，气不过才动手。在此谴责暴力行为。我们提醒医院应采必要措施，以确保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时的安全。一个月未下到拍人，县长的查甫人有恐吓前科，台北市医所纪律工会谴责医疗暴力的行为。内湖3种回应会寻求司法维护医疗人员人身安全。这案件当中，县长的查甫人坚持要爱的巴氏量表有什么用途呢？护工来家里面工作之前，一定要去医院取得一个巴氏量表，本国籍，大概1个月8、9万跑不掉。可是如果是聘请外籍看护工，目前的公定的收费价格是2万。巴氏量表用来评估适龄程度，那分数到位，就应申请外籍看护工，费用会比本国籍较俗。即摆这查甫人意气用事，不知巴氏量表无摕到，反倒转来可能吃官司。记者综合报道。新武航空进前逼出机班延误的事件，董事长张国伟佮讲家己规暝无困，亲身去甲飞行机驶转来台湾，今下民航局要甲查落。初步调查，张国伟日期无超过14点钟，不过敢有休困满10点钟呢？是搁爱另外调查。另外，新武航空顶个月26飞63机，张国伟亲身做机长，佮招望证入去这驾驶证翕相。今下这部分民航局也要调查，看敢有违法。新武航空顶日发生万分的情形，董事长张国伟亲身去日本，甲飞行机驶转来台湾，却因为伊讲伊规暝无困，引起过路的疑虑。交通部民航局局长林国宪说明调查详细的进度，就是飞行前要休息10小时的时间，这个还在查证中。这个就是我们认为他有疲劳风险的可能，所以进入详细的调查。那除了他以外，连同全部机组员都会纳入评估。这次在整个处理上面包括有没有违反 AOR， 比如说要执行前的10小时休息，跟后面14小时那刚才局长已经谈到这个都在调查，如果调查属实，我们就按照 AOR 的规定来惩处。民航局长林国宪表示，因为张国伟有违反过路的记录，当伫调查当中，根据了解，张国伟车次翻点过2点，搭飞行机去日本，伫日本当地时间早起9点，驶 A350飞行机登来台湾。虽然无超过14点钟执勤的时间，不过飞行进前感受休困10点钟，还佫伫咧查证当中。目前民航局车备已经约谈新武航空航务甲机组人员，按算这2天会约谈张国伟本人。不过张国伟最近的争议毋若即一层，顶个月26，新武63机头一帮机抓是张国伟做驾驶，不过煞互飞行人员的梦称入去驾驶舱内底，2个人佫做伙翕相。
民航局目前当地的调查，敢有违反民航法有关进入驾驶舱的规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进入驾驶舱？原则上就是飞行的正副驾驶、签派人员，还有就是跟机务有关的、了解飞行安全的机务人员，属于就是特殊的可以进入驾驶舱的人员。你在飞行途中，为了避免发生比方有人员可能要挟持飞行员啦，或者去做一些破坏的动作，基本上我们都是非常严格禁止人员进入驾驶舱。商务航空成立以来，目前也无相关受裁罚的记录。民航局表示，若是查证是事实，如果违恐加会罚款大万块的罚款，遐人公司可能会面临警告，或者是罚款60万以上。针对这点，商务航空讲会配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中天新闻台第3年前呢，去予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国机无必予伊换证照，因为安尼先就要退出有线电视52台。中天为着这件代志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合议庭审议了后，今日判决撤销 NCC 无必予伊换照的处分。这 NCC 应该依照判决的旨意，重新审议，做出适当的决定，专案也当上诉。它应该要适用的评分基准，依法律规定必须是准用107年2月8号修正后的深设审查办法第13条第1项规定。那本届呢，他们却适用到109年11月11号呢，另外订立了一个109年换照评分表。那这个评分比重所涉及的评分基准，因为这样子违反规定。是因为 NCC 认定中天新闻台伫咧有执照期间，防处分25件违规案，认定讲这内部管控是出问题，所以国机无必予换证照。这中天是真不服，若要请求是法院就要撤销 NCC 处分，或者是会当允准伊换这执照处分，而且要求讨赔偿79亿。行政法院判决认定 NCC 伫咧审查迄当时，使用错误的评分基准来做审查，对这个决策的事实基础是有错误，而且资讯无完整，影响最后换证照结果，所以认定这个处分是违法的。针对这届判决 ，NCC 表示讲，收到判决书了后，会搁再建议依法提起上诉。讲到世界卫生大会 WHO 伫咧5月之1就要来举行咯，台湾到目前是还未收到邀请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发出声明，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就要邀请台湾用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讲，目前还搁伫咧争取，希望今年支持台湾的声势会当比英国更较大。世界卫生大会 WHO 2就要伫咧瑞士召开，台湾还未收到邀请函。恐惊连续7年无法度参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采购透过声明，表达美国强烈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WHO 的立场。这嘛是布林肯上任以来第3届发声明支持台湾参与。美国对我们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这个支持度向来是非常高的。我们跟美国一起也在游说其他的这些理念相近国家，希望今年支持我们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声势能够达到历史空前。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讲，目前要拍拼伫争取，有关国家嘛提案协助。毋但是 WHO、APEC 11月份嘛会伫咧旧金山举行。美国几个议员已经写配合布林肯，呼吁伊邀请总统蔡英文出席领袖会议。不过吴钊燮讲，这个难度是真悬。APEC 很多的事情都是要透过共视觉来进行，那所以这个事情的那个难度是极高无比。同一个时间，美国甲英国的外交部长伫咧华府举行会谈，两个人会后讲对台海议题立场一致。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强调讲，英国必须要对抗中国无适当的行为，台海安全是影响全球的议题。And we have to engage with China directly, whether that be on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hich of course is something which affects all of us when it comes to key issues like ensu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 well as looking for ways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where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solve big challenges. 台湾的议题受国际关注，对台湾立场友善的前英国首相特拉斯16会拜访台湾，到时会拜会政府高层，嘛会发表演说。特拉斯发声明表示，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灯塔。面对北京愈来愈有攻击性的言论，期待会当亲自访问台湾，甲台湾人民团结徛做伙。这嘛是伫咧蔡斯尔夫人了后，经过27年，搁一届有英国前首相访问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民众党立委罗香玲本地昨要去中国参加道教的参香活动，却伫入境厦门时阵，讲伊台胞证互人注记失效拒绝入境。罗香玲今日表示，伊讲伊的这个台胞证无过期，希望中国各台办着爱查清楚。民众党立委罗香玲车到坐飞机要去中国，要参加2023两花道教福建参香巡礼，所伫要对厦门入境的时阵，互移民官以台胞证防注记失效为理由拒绝伊入境，嘛无讲啥会失效，伊只好返来台湾。罗香玲车接出来讲，伊顶个去中国是搁伫台北市政府做局长的时阵，证件嘛无过期，各台办应该说明。我呼吁国台办能够尽速去了解。然后呢，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呢做完备性哈，期待的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两岸互动交流平台里面呢，能够有让大家更安心、更平和的程序。这摆台胞证防注记失效，媒体问讲，敢有可能是和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进前去美国提出两番的论述，和中国生气有关系？罗香玲讲，可能是特别针对一个政党，也是立委，伊袂黑白用。伫个郭文铁这边，伊是化为各台办爱说明。两岸交流本于对等尊严之原则。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大陆国台办要出来说明嘛？那即便像民众党这样的立法委员到了中国大陆，这个台胞证都无故注销，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就证明那个政权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政权，任何人都可能因为这样子，在人身上受到一些伤害。罗志健讲，可能伫台湾即马才入敏感要选举的时阵，中国是还未急讲要去扭对一边，无是要互人误会，后壁嘛有政治考虑。刘委会表示讲，对咱的民意代表互邀请去中国交流，中国毋但无尊重，阁互伊遮尔不当无理的对待，咱是表示严正抗议。相关部门应该对外进行公开的说明，澄清错误，而且向当事人回释的。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美国前总统 Trump 被指控讲涉嫌性侵害专栏作家卡洛尔的这个案件，也来讲到这个案件，纽约法院陪审团将驳回性侵害指控，不过判 Trump 要针对着性虐待加诽谤的罪名，赔偿人美金500万。Trump 伫网络顶头铺文指控这判决不够公平，律师也讲会搁再提出上诉。76岁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控涉嫌伫1996年曼哈顿一间百货公司刺杀警性侵流行杂志专栏作家卡罗尔。陪审团伫初九宣判，川普伫性虐待甲诽谤的罪名成立，要赔偿500万美金。另外，性侵部分因为无到法定性侵程度被驳回。79岁卡罗尔行出法庭时阵无讲话，个笑眯眯。伊透过声明指出，真相总算清楚。川普代表律师是讲，判决结果互人感觉真奇怪。You know, it was strange. Part of me was obviously very happy that Donald Trump was not branded a rapist. I didn't think there should be any liability findings, so we'll pursue it. We'll pursue that. 川普透过社群写过一篇文章，控诉审判不公平，甲判决结果真不足人，佮批评美国司法体制。进前也针对总统大选议题，批评民主党是假信息党，讲家己最后会胜过拜登。川普伫2021年底宣布过竞选美国总统，伊涉嫌真济件刑事诉讼，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面临刑事官司的前总统。根据便利社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虽然川普官司定审，不过核心的支持者依然毋捌改变立场。4月川普为风吹的费用案件出庭了后，民调无共反倒拉提悬，初九民事诉讼判决，川普毋免坐监，也甲亲支持者认为川普是司法受害者的印象，后续是不是影响川普的选情，要搁观察。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伫咧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邦，这个月初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就嫌还价前世界台立场无共款的民众，佮乱点火烧车烧人家厝，到初九为止，上无有60个人死亡，超过35000人有落无厝，全部拢变难民啊！
今日民警互相斗相共，无厝通转去的难民，在关键的协助之下，去临时避难所。有人找到出来人了后，小男做火口。印度曼尼普尔邦为这个月初开始爆发严重的种族冲突，不到客情4个杀害无共立场的民众，造成真侪人逃亡。有人佫亲目睭看到朋友互刺杀，真惊吓。When there was no way out, he ran to the paddy field to run away from the commandos and the Meitei goons. He was shot at the back, and then when he fell down, they approached him and shot him point blank at the forehead. 这件冲突是因为当地人口占比一半，嘛是上大的族群美泰族，有可能得到表列部落的地位，引起库吉族等等其他部落的不满。因为互入入表列部落，会得到特定的公务工作、读大学的名额、甲选举保留时数等等真侪福利，互其他部落烦恼族群的就业甲读册机会会受到影响。所以部落学生联盟就发动抗议游行，希望政府会当拒绝美泰族的要求，所引起严重的种族冲突。有报道就趁机会四界放火、烧车、烧架架，造成数百人死伤，超过35000人无厝通转去。As of now, around 60s, सब innocent हैं, और injured हुआ है around 231 people. 为了控制冲突，印度军方甲负责边境安全的阿萨姆步枪队出动数千名士兵介入，用直升机甲无人机来侦查甲监视，佮实施宵禁甲切断网络，一直到初九才放零宵禁的限制。अभी काफ़ी जगहों पर नॉर्मलसी है, लोग अपना रोजमर्रा का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कर्फ्यू में ढील दी गई है। इंटरनेट सर्विसेज अभी जैसा कि आप जानते हैं अगले 5 दिनों के लिए बढ़ाया गया था। 印度最高法院对这个事件表达关心，已经要求曼尼普尔邦政府在1礼拜以后提交一份救济甲中间的相关报告。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已经超过400多天，又说传出有一名新闻记者归案，是法新社记者索尔丁，伊初九伫咧乌克兰东部巴赫姆特附近采访，却去互火箭炮弹到，今年才32岁尔。另外，美国国防部长也宣布讲，别个在提供乌克兰大概是代表370亿个军事援助。不幸顺捷的法新社记者索尔丁，初九下晡4点左右，伫俄东的巴赫姆特附近，互俄军火箭炮攻击当场死亡，享年32岁。法新社其他4个成员拢无受伤，包含法新社官方甲法国总统马克龙甲美国白宫拢发推文表示哀悼。另外，巴赫姆特的战局继续伫当地作战的俄国佣兵组织瓦格纳兵团。团长普里戈金初九继续要求莫斯科赶紧补给所需要弹药。Будет боеприпасов, то мы уйдем с позиций и зададим вопрос все-таки, кто родине изменяет. Видимо, тот, кто подписывал. 相对俄军伫前线弹药补给出现问题，美国国防部初九时宣布，会个军援乌克兰12亿美金，核心台票将近370亿。这摆援助会包含各种的防空弹药、无人机、大炮等各种的武器。这是俄乌战争了后，美方对乌克兰进行的第38摆军援，总金额已经付1.13兆的新台票。Дякую президенту Байдену, Конгресу, обом партіям та кожній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родині за незмінну підтримку і за американську силу, яка додає нам міцності. 5月初九原本是乌克兰甲俄国纪念之前打败德国纳粹胜利日，不过为显示俄国侵略，就甲纳粹同款。泽伦斯基已经通知国会将胜利日提前到5月初8。5月初九是定做欧洲日。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初九也个访问基辅。俄国总统普廷初九伫莫斯科红场发表胜利日演讲，批评西方国家散布恐怖症，对俄国发起真正战争。乌克兰是沦为西方政权的前夕。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причина катастрофы, которую переживает сейчас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Он стал заложни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и сложившегося на его базе преступного режима его западных хозяев. 虽然普廷演讲当中，俄罗参战的俄军拢是英雄，也夸口最后会摕到胜利。不过今年红场阅兵阵容当中，无看到以前盛大现代战车的身影，也透露俄军伫乌克兰战场顶悬损失是真惨重。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辑。
今年4月是西班牙对1961年有记录以来上大数的一个4月，这可换重灾区和水库水位平均只剩25%尔。这西班牙包括出干油等重要农作物已经是连续2年，因为天气伤热，无水产量开始变歹。这车到着工会号召农民上街头抗议，要求政府要赶紧补贴，而且要改善用水问题。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主地区的莱里达农民车到开大型火力啊，上街路、市喇叭慢慢游行市区，因为长期可花限水，已经让无法度稳定建造，有人收成只剩2%，得要换不落去。工会要求政府提供经济补贴、税收甲劳动奖励措施，搁改善灌溉网络，确保农业所需。Hoy estamos aquí básicamente por la incertidumbre que hay en el sector. Una mesura d'impacte, d'ajudar al pagès a acabar de recollir el que hi ha i de preparar la següent collita. Nosaltres tenim ajudes, però sempre ens les paguen a la següent collita.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特别指出，今年4月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上大数相关分的一个4月，为空中会面因看到。可花上严重安达卢西亚加加泰隆尼亚地区，真快河道已经加做细细溪啊，只剩一大片，大家避开黄土，水库平均蓄水量只剩75%，而且到秋天进前，恐吓无法度出现连续落雨来疏解现象。水库供应明显农业无够，农业只好限制，连耐旱耐热草干树也受影响。今年收成比去年少将近一半，今年产量也过较少。气候危机造成饮食危机，地中海饮食一定爱有的草干油，伫后面1年内起5成，西班牙食品绩效全年起16.5%，后面佫起到19.2%。为保护水资源，警方也积极执法。车港宣布，经过4年调查，伫安达卢西亚查到250个非法农的水井池啊，搁掠26个私自种热带水果嫌犯，对依照危害自然资源环境，都用公共水源种水果这罪名进行调查。公视新闻是会中朋友。来看海地首都太子港8月有规大阵，一个工业园火劳工因上街头，被抗议这物件起价，要求政府就要起薪水，最后警方用催泪弹甲因驱离。另外，伫中东的黎巴嫩有民众组织伫咧贝鲁特一间银行的头前烧这车链啊，要求银行爱甲价钱还互因。对这争夺车发口号，爱政府是了解人民有偌苦。咱的友邦海地首都太子港的街仔路，当地时间初9有一大堆工业园区的劳工来到这，爱执政当局提悬上低工资，互因挖落去。Yo, machine montée, gaz d'ap monté, mais faut regarder mon factory. Yo, nous voyons comme si qui dans bas social là. Ça a toujours arrivé en Haïti. Nous mettons fait tout ce qu'on a fait. Nous critiquons nous, nous factory, mais je ne dis rien. Vle pas, faut aller mettre comme sur nous parce que nous-mêmes nous pas tout ça. Chaque jour nous dans l'arrière pour lui. Doit cader à la moudade jusqu'au bout. 当和平示威说，服警方用催泪弹强势咧赶。海地最近几档帮派是真唱秋，定定在阻挡，也是抢物资。互当地已经真歹的经济状况，即嘛是歹到有剩。目前这的通膨率已经起到49.3%。联合国组织国估计讲，海地有490万人无物件通食。同款因为经济规个放弃，加受折磨的中东国家黎巴嫩8月受一大堆民众，拢到首都贝鲁特市中心的银行头前烧太阳，而且想要甲提款机规个弄个歹。火气会遮大，就是因为政府伫咧面对经济危机了后，是一直严格限制钱欠在银行的人去提款，互民众有钱无地领。إنه نحن مجموعة مودعين ما رح نترك حقنا لا هلا ولا بعدين لازم يفهموها ما بقى رح نوضح لهم اليوم رحنا على إدارة عودة بكرة رح نروح على كل الإدارات وعلى بيوت أصحاب المصارف على بيوتهم وعلى مصالحهم 黎巴嫩爆发经济危机已经4冬啊，4冬内民众是一直伫咧物价直直起，欠电、欠燃料、欠药品，这状况内面活甲真艰苦。过去嘛捌发生生气的民众冲入去银行，都是为着要甲家己的现金抢转来。但是到目前为止，黎巴嫩政府还未通过紧急改革，甲现金还互民众，恢复经济的计划。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
被争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提名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以指控政府要买 BNT 疫苗的时阵呢，因为是民进党政府坚持爱用独立的台湾政府来签约，才会买无成。卫福部昨暗发声明，早起搁再开记者会背批，公布4份当初采购的合约文件，证明当初甲 BNT 合约代表方拢是卫生福利部机关署，绝对无意识形态问题，也强调讲这真相袂当互把握。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初九暗时伫面切指控，前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为总统串门团会，要求郭台铭唔通买 BNT 疫苗。暗过和总统府宣布无主动疫苗采购。郭台铭初10早起参加英联基金会活动时阵表示，民进党内部有人动疫苗。我得到的消息，民进党内部有不同的派系，有不同的意见，最后是赞成跟反对的，最后听说是最大的派系赢了，所以这个。我认为李大为他也是传达命令吧。我们绝对没有挡疫苗，而且是帮忙去取得疫苗。那另一方面，挡疫苗是我们被挡。因为郭台铭表示 ，BNT 采购要破局，是因为政府采购协议坚持用独立的台湾政府的名号。卫福部初10早起大动作开记者会澄清，各用图卡还原疫苗采购过程，各第一摆公布4份采购合约原文文件，强调真相只有一个。当初甲 BNT 签合约的签署代表是卫福部疾管署，绝对无意识形态。是我具名，是卫福部疾管署的署长，我是代表中华民国挂号台湾的这个政府来签署的。如果要用个人或公司或法人的名义去购买疫苗，在这疫情期间，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有很多相关的免责的规定，必须由国家来承担，所以一定是由政府来购买。卫福部指出，当初甲 BNT 签约最后阶段时阵，对方要求咱删除中文新闻稿内容5个2字，隔天咱就调整做台湾了后，都无消息。对此感觉真遗憾。不过对鸿海台积电甲组织基金会3团体愿意关疫苗照顾个人健康，也是非常感谢。记者综合报道。好许多 Costco 对外国进口的果子唔妨验出A肝病毒，这案件发生2礼拜啊。卫福部今日早起才头一届开记者会说明，就署表示讲，这行政流程确实有改进的空间。不过上届加在就是目前有5个食到果子唔的怀疑病例，检拢是阴性的。那行政院消保官已经要求 Costco 伫礼拜四进前就要提出赔偿方案，而且无排除要提出团体诉讼。Costco 冷冻黄果进前互检出 A 肝病毒，是引起真大的争议。但是台中市2间分公司接到消息了后，却无照规定向卫生局来通报。卫生局决定对这2间一间拢罚100万。不仅未依规定通报外，而且延迟会员进行回收，为善尽消费者保护之责，显不符市民对于企业责任的期待。是否依据13法各采处新台币100万元的罚锾？因为 A 肝黄果的风波是一直烧2礼拜，外界是批评卫福部是有事动作慢人一步，还唔知影消息的消费者把这种黄果拢食落去啊！卫福部初10是第一摆开实案记者会，承认讲会检讨公告的流程，会逐天公布回收的数量和通报的个案数等等。你有不合格的时候，那也同步让他同步就问他你要不要做复验，他如果比较早就反映不做复验的，其实我们可以提早1周，那就可以来做这个公布的一个步骤。食药署讲，食品内面做 A 肝病毒的检验过程是真复杂，会先对食品做病毒的冲提、病毒的浓缩，一直到基因定序比对，规个流程走了大约要12到16天。过来甲打，总共是有5例食到黄果的疑似通报个案，但是检验的结果全部拢是阴性，排除急性的 A 肝感染。疾管署嘛会继续监测到6月底，嘛提醒民众，假设得到 A 肝的几率并无
悬，但是两种人要注意。40岁以下的民众是比较不太有可能具有这个 A 肝抗体的，如果先前没有感染过或打过疫苗的。那40到50岁这个年龄层比较是灰色地带，就是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行政院消保处嘛指出讲，目前已经接到32件申诉，消保讲会帮助消费者来求赔偿，嘛要求 Costco 在5月11日进前提出赔偿方案，好好解决，嘛无排除会提出团体诉讼。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啊！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在记表示，卫福部进前公告的病院评鉴标准，竟然甲有新的医生袂当伫暗时10点到早起6点这段时间上班的规定提掉，牺牲医师做妈妈的权益。不过，卫福部表示讲，这评鉴标准包括职业安全卫生法所有规定，对医生权益的保障是变更较全面。大家好。新冠疫情过一段落，病院评鉴上紧要伫5月就开始。不过，照进前卫福部公布的评鉴标准，原先对有新的医师所规范的，袂当伫暗时10点到透早6点的时间来工作，煞互汰掉。但大部分怀孕女士都会觉得，就是身体就是比在平常没有怀孕的时候是更为虚弱，这样。即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工作，她还是会觉得更累。这就是为什么基于母性保护会需要，就是让怀孕的女士就是夜间不要值班。腹肚大海还要过来值大夜班，工会咧宣讲这是替医师妈妈的权益来开刀。妇女身体基金会讲，掠伫个健康角度来看，无论是性别有性也是无，原则上拢应该爱尽量来避免伫夜间工作甲轮班工作。卫福部替大法官的释宪来做查证牌，甲母性保护的相关评鉴条文甲汰掉，这是错误的理解。卫福部今天提出一个理由，说是因为劳动部这个依大法官的这个释宪案，所以他提出修法，所以卫福部跟着删掉。那我们其实不知道卫福部到底是跟到哪里去了，就是他是不是没有仔细看劳动部提出的草案条文？雇主要依照这个劳工的这个健康的情形，订一个计划来维护他们的健康，必要的时候也进行这个工作的调整，都做好这个记录，以备于我们在进行医院评鉴的时候进行查核。卫福部回应讲，有考虑到部分医师纳入劳基法，不过一部分还未纳入，所以伫个医疗法专章出炉进前，先把职业安全卫生法甲放入去评鉴规准内底，通更较全面性来保障医师的权益，其中嘛包含有新的医师。记者综合报道。东非人嫌对绿福村偷走出来事件引起外界议论，农委会林务局3月底要求绿福村就要提出改善计划，而且限因1个月内就要完成改善。林务局今日去到现场要做第2摆检查。透早，林务局带专家学者来到绿福村，针对第1摆会勘内容进行第2摆检查。上主要是要求绿福村针对防止东非狼行走出去的电网，要加设电线。之前因为只有一条电木线，那时候就有要求他们要增加电木线的条数，以及那个电木线跟电木线之间的距离不可以过宽的这个部分。那今天初步来看是有达到一些那个目的。那至于有没有达到专家他们所要求的那个标准，可能要待会我们会议的时候，专家会再做一些表示。针对附近的树林，林务局把要求园区要定期检查，来确保东非狼行袂去透过爬树啊逃走出去。就是除了电木线的部分，还有他们有把那个缓冲区的那个树木有做一个全部的修剪。其他的动物园就表示，一般拢会针对树基来做定期的修剪，除了防止动物逃走，还当确保动物的安全。新竹市动物园每周一都固定休园。那我们每周一的时候会整个巡视展场的那些树木。那如果有过长担心动物可能会逃出的时候，我们就会修剪树木。那修剪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不要留下尖尖的地方，以免让动物受伤。绿福村发声明表示，目前除了增加3条电网电线以外，还正在进行东非狼行数量的清点，而且会增加园区内的监视器。林务局也要求园区要在半年内完成园区内全部东非狼行注射晶片的工作。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这动保法修法，监着爱禁止这夜市的护鱼啊咧。早起农委会主委当去中地立法院指出，这届修法以饲灵类动物做大省，针对有贡献部分先来推动。不过，也有立委认为讲，这保护动物政策应该爱一直实施。农委会有个动保法修法，加强动物管理，有虐待伤害。动保团体原本一准护鱼啊嘛会禁止，但农委会解释定管哺乳类、鱼啊等其他动物无伫限制范围内底。对此，下早到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报告的主委陈吉仲重申这个方向。确认就是针对哺乳类动物，那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那有共识，我们就优先推动；那如果有争议，我们就会保留。不过，执政党立委认为，动物保护政策逻辑应该是爱相像的。夜市的商人啦，对夜市的摊贩缺乏沟通，我认为可以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但是在政策面上面，我是觉得政府的执法政策逻辑还是应该要一致化。这个动保法修正，佮真正统一产业管理、动检管、执法赋权，佮强化主人的责任。其中针对民间狗仔场有爱爸爱妈大量来饲狗仔，嘛要纳管。养50只以上的犬只的这一些的所谓的非营利组织的，可以陆续的这个纳管。农委会指出，民间狗仔场传出照顾不当、狗仔死亡的案件是一直拢有，才会要求一定规模的饲养人爱取得登记证。动保行政监督联盟秘书长何忠勋表示，纳管的立意良善，但50只标准依然需要讨论。伊认为，不管饲几只，拢应该符合动物福利。不过，伊嘛烦恼，这个规定一出来，恐惊会引发饲的人无必要的惊吓，尚无乐见因为惊吓来发生弃养动物的情形。记者林夏基文台北报道。伫新竹竹北的建案认证逼出车路破空车路崩塌5架的公安意外，自救会今早起去到检察院交侦证书，爱监委调查，看敢有官商勾结的情形无。针对这部分呢，新竹县政府要求建商就要提出改善计划，拿出唔配合者，无排除暂停这间建商伫新竹县所有合法的执照。民众居住安全谁来顾？批评新竹县府无要以路绑起的问题。新竹风采5日控建案附近的车路，就一日破一坑真大坑，而且已经连续5届发生绑起的情形。新竹县府已经下令停工。不过，风采5日控为原本13层楼的百货公司，头一届变更设计改造35层楼，通过宽屏了后，佫一届变更设计改造32楼，用这个是要闪过宽屏。建商在2月16日开了复工说明会，有提到要全区做地质改良。重新施工没几个月后，就是各位看到的特斯拉掉到竹北天坑的大事件。自救会讲，想要鉴定当地地质，不过无专家愿意协助，至于有政治势力介入，所以车走去检察院交侦证书，请监委调查敢是有官商勾结。另外，前县府环保局代理局长罗淑琴，进前啉粉味的去互单休，立委嘛公开罗淑琴任内有处理风采5日控的宽屏，要求检调爱情办。明明是一个规避环评，这非常清楚的一个建案，你可以差20公分，然后没有120公尺，然后就不用做环评来把它撤掉，是不是有像之前的另案一样，有女陪侍代理局长罗世成经手的环评案件，包括本案大坑洞在那边，然后每年呢台风过后呢，就只会积水，它就只有抽积水，没有工地的养护。更没有做出水土保持。针对车路绑起的事故，敢会当事先预防？台北市公所回应讲，初步检判，建商提供的安全监测资料有在安全范围内。我们从上述的一个监测报告的数据是也没有办法预判说地基坍塌的可能。新竹县府回应讲，建商若无改善，无甲车受到损害的车主，抑佫有居民等等达成和解，县府未合法使用的执照，嘛要求建商提出紧急处理的计划。若是未配合，无排除会暂停防疫建设。伫新竹县所有建案申报勘验，也有合法相关的执照。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有一个通拖黑退休的教授叫做八田京吉，伊捌来到台湾收集一寡通拖的标本，和台湾是真有缘。伊这几年呢，也捐予中兴大学超过2万件的标本，学校今仔日就颁发感谢状予伊。
提到家己博士论文的标本，介绍日本和台湾的金龟有啥物无同。日本已经80岁的名古屋女子大学的退休教授北田金杰，因为来过台湾的南投掠汤拖，意外发现到中兴大学将汤拖的标本保存甲正好，所以决定将伊一生的收藏拢捐予清代。日本では大学や博物館に定年の後標本を残したり、アマチュアの人が博物館に寄付したいと言っても場所にそれに関わる人たちが少ないので不可能です。包括博士论文的金龟标本在内，为2009年开始，北田教授已经捐2万多件汤拖标本予中兴大学。2021年，也佮和日本的标本收藏家高崎宝龙、吉田信宏共同捐26000多件标本，包括珍贵的鸭、田鸭等等的汤拖。校方伫册集颁发感谢状，也有纪念奖杯。汤拖系学生认为，这寡标本会当帮助到因对物种的研究，嘛会当愈了解到汤拖的世界。昆虫提供我们很多知识不管是包括在医学方面，在我们农作物的耕种方面，所以它的应用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广。很多国家会在标本出口上采取保守制度或者是自我保护。那以我们现在做，比如讲分类研究的话，如果能看到更多，就是目前比较难取得的地区的样本，那我们会对我们研究更有帮助。校方表示，中兴大学是伫咧1919年日本时代设立，迄当阵号做总督府农林专门学校。伫咧1960年成立全台湾头一个汤拖系。接落来，因按算伫咧南投校区成立汤拖博物馆，收藏北田教授捐的标本，用来教学甲展览。记者综合报道。旧历3月23是妈祖生特别到啊，真侪宫庙拢会趁机会闹热一个。不过伫昨下晡呢，这嘉义县的本港水仙宫，钓民众翕到讲，这炮啊放，这个庙埕放真侪炮啊，这炮啊烟、炮啊呼甲炮啊声，敢会造成危险的？相关单位也已经来了解了。放炮啊产生的火粉，拢冲起天顶，而且放的时间嘛真长。后面将认为是不是会造成污染？特别下晡，嘉义县新港乡的本港水神宫，因为放炮啊的关系，引起相关单位的注意。有涉及那个宗教的民俗的部分，我们都予以尊敬。但是因为它所产生的一些环境污染，其实对于周遭民众还是有影响。那我们也劝导，就是有关于庙方以及绕境的团体，能够加以节制。炮啊烟加减啦，无差闹了摆，庙口之前安尼。今年的闹了，今年是放上济，爱看每一个人啊。安怎讲？运气还好。本港水神宫讲，即届拄好有友宫来开工，刷来阁是北港马过来，所以才会有今年炮啊放较济。其实并无网络讲的遐尼济，嘛有向相关单位来申请。都铺一条路啊，安尼尔。正等于甲你讲欢迎妈祖。出巡过来，阮水神宫，这是从历史以来就安尼啊啦。讲实在，你像都有诶，搁放无诶，就无放啊，你听无？都叫来就是甲因欢迎安尼尔。嘉义县消防局表示，宗教民俗活动放炮啊，拢爱向主管机关来申请。放炮啊的路线、时间甲数量，拢爱符合申请的内容。嘛，呼吁民众唔通离炮啊上近，以免发生意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最近正青的戏剧《人选之人造浪者》是一出以政治幕僚做主题戏出，对上线这影音串流平台开始，就小连续2礼拜排在头名。这戏出内面除了使用济济议题反映真实的台湾社会，伫语言的部分，演员除了用华语，也使用台语、客语等等，展现台湾是多语言使用环境。我们的存在是让候选人站到浪头上，我们是造浪者。以政治幕僚做主題的知情局《人選之人造浪者》伫台灣引起一個話題，連續2禮拜伫串流平台排頭名。導演林君陽表示，內容使用濟社會議題，都是使用伫台灣討論多元的議題，反映台灣真實社會，也利用這款議題帶動劇中人物的變化。譬如說，裡面討論的 face， 討論的同婚。然後討論的環保議題，我們討論這個議題其實都不是給一題答案，我們大概都是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反哺回来给这些角色一些往前进的线索。剧中也使用侪台语元素，亲像剧中《红声》这条歌是歌手施文彬所唱的全台语歌。剧中角色也定使用台语，甚至有使用台文罗马字。台文作家郑顺聪认为，这出戏是将台湾多语言的使用状况，用真自然的方式展现出来。一半南掺台语，一半南掺华语。你讲的过程当中，感觉做自然的，迄就是咱看到做这一种较老辈这类台语的政治人物，比较回到一种自然语的状态，让大家觉得看着看着会觉得，这个好像现在我们说话其实也是经常不同的语言穿插的感觉。林冠勇表示，观察到真实社会当中台文罗马字开始道出现，所以也将这个元素藏伫戏剧当中。郑顺聪表示，这几年侪戏剧歌曲拢开始使用台语文，那代表母语渐渐获大众接受，也是少年这辈当咧用新的方式记录现代的文化甲生活。记者阮谢桂林台北报道。去年带阿根廷摕到世界杯骹球赛冠军的梅西，车杯摕到劳伦斯世界运动奖最佳男运动员的奖项。阿根廷队也摕到最佳团队奖。不过梅西未来敢会去到沙烏地阿拉伯职业联赛踢球呢？目前经济人无公平，也强调讲以后再来做决定。有体坛奥斯卡之称的劳伦斯世界体育奖颁奖最佳查甫运动员奖颁予阿根廷脚球名车梅西。Siempre es lindo recibir reconocimiento de este tipo, pero bueno, juego en un deporte de equipo y este año tuve la由梅西领军伫去年摕世界杯冠军的阿根廷国家队也摕最佳团队奖，和梅西加入劳伦斯奖书包办2项大奖的第一人。不过这么大情形，梅西所属的巴黎圣日耳曼队刷点组无公开奖库，让人感觉双方关系无正常。事实上，梅西甲大巴黎合约6月就要到期。法国媒体最近曝光，梅西的一季转战沙烏地阿拉伯职业联赛已经是定局，奉献年薪加福利超过台票200亿，不过也经纪人爸爸后人强调一切要等到法甲赛季结束才会做出决定。梅西之前因为无经过批准，被去沙烏地阿拉伯担任观光大赛，和圣日耳曼处罚停赛停训停薪水2礼拜。真正法国球会顶礼拜也伫球队总部门口表达对梅西不满，因为伊伫法甲赛表现不如预期。真正阿根廷球迷希望梅西归去离开法国，重回巴塞隆纳。Yo creo que sería bueno que termine su carrera en el Barcelona. Creo que sería lo ideal, ¿no? 梅西伫下个月就要36岁啊！伫甲圣日耳曼关系恶化了后，伊会选择去倒位，球迷拢真关心。公司新闻张惠敏评论。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0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7度，澎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7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橘子的台语是要安怎讲嘞？你敢会晓？我是听人讲1万1万啦，内底都无1万的选项啊。不然是讲1万1万嘛，因为